最近大西洋有真侪风台，其中热带风暴富兰克林伫多米尼加的南部登陆，造成真严重的淹水、有土石流，有1个人死亡，2个人受伤。另外，哈洛德是伫美国的德州登陆，大风大雨，嘛造成有将近2万户停电。强风暴水大雨影响海洋愈来愈悬，多米尼加首都圣多明哥北角地区的大路已经淹走1条河。热带风暴富兰克林第3登陆多米尼加南部沿海，当局拜二中昼都已经宣布拜市进前停班停课，佮呼吁民众踮伫安全的所在避风雨。No descuidarse y la población de la República Dominicana tiene que estar en este momento todos, sin excepción, en sus casas, en casa de amigos y familiares o en albergues oficiales. 不过，富兰克林有缘为当地带来严重的大水甲土石流，全国31个省份至少有24个省是处于红色警戒状态。邻国海地也同款真紧张，尤其当地有20万人因为帮派暴力要求失踪，流落街路，也是临时到避难所。同款为伫加勒比海沿岸哥伦比亚西北部的海港城市卡塔赫纳，也受到富兰克林带来的风雨侵袭，水淹到半个莲台悬，车辆涉水通过，民众伫贴悬的插房顶过大路，和这个靠观光卫生的小城生活陷入困境。另外，今年飴风季头一摆有热带风暴登陆美国。哈洛德为德州帕德雷岛带来大风大雨，佮可能引起突发性的大水甲加烈风。哈洛德目前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，佮向墨西哥北部行，不过当地有缘有大约2万户的民众供电中断。公司新闻电话您编译。